其实安那，一个面啊补啊咧，去用倒回啊钱哦。小姐，你是要？我要一碗牛肉面，一碗烫青菜，多谢。哦。心情无好，好家在，搁想要食物件。谁敢知我心情不好？我的消息来源啊，恁经理哦，本来就是迄种人，啊描写无好，我凊彩探听者就知影。其实咯，你唔免管你的经理黑白讲啥啦，我要甲你讲一个好消息。我叫你互我的意见，甲阮爸妈报告，因竟然学了会当钱呢，是要我找人来合作。其实咯，你咪当去阮兜上班，我敢甲你保证，无人敢讲你安怎。免啦，我无必要一个经理甲我讲两句，我就死机。而且佮再讲，我伫这个都遐久啊，冇感情。你遮尔重感情，你若无带了点仔的感情，甲我斗相共？来哦，休休哈，来，请坐下。对，来，再洗洗哈，来，大家多好，哈哈，咱两个啉一杯啊，来，恁大赢啊，大赢，你遮尔重感情，你若无带了咱的情分，甲我斗相共？你真正无考虑来阮兜上班？你嘛唔免惊人误会你是驸马爷，你着歹势来啊！随时人的面哦，凊彩人安怎讲啊？什么叫驸马爷？我唔是啊，莫互误会啦。谁讲无可能？其实哦，互误会嘛是足公平的代志，代表你生了真缘投。就定定吼，我互误会，我不要做代志，敢若花瓶共款，迄就代表大家认为我生了真水啦。你想啦，我若找一个外表甲无适配的人来做主厨，人嘛袂认为讲伊是靠关系入来，对无？哎喂，真正是你这样看得起我啊！但是你嘛免一定强调我做引导这件代志，这我做清楚的。会讲生笑就好啊啦，公司无欢喜的代志哦，笑笑放互袂记。小秋啊，大油摕来我食啊。哦。张振凯像啊，因女朋友，我讲，我昨个看到吼，伊你甲振凯。迄张囡仔，你唔熟悉？张振凯早就有啊，就伊啊，我早知影这件代志啊。哎呀，这有啥物好大惊小怪啊？你当作伊在甲你拍。你今感情真好呢。哎呦，你莫误会啦，我甲伊是结拜的呢，那有可能交往？敢若卤菜哦，够有春，你可以请伊。互伊食好创。我来，你多讲，你听到起意。哎，我无点知呢。啊，这盘是头家甲头家娘，还佫有小秋请的。啊，你甲阮小秋的关系讲起来吼，是非常的亲情，甲剥袂开。啊，头家甲头家娘，就甲你当作是家己的后生，袂输那一家人咧。所以咧，你就食好饱饱，安尼阮逐个毋才会非常的欢喜，哈。